恭喜你啊！如果你見到呢個視頻呢，即係你係擁有$100,000財富基因㗎。不過你可能話，咁我又唔係好覺嘅。原因係因為未被解鎖咯。你嘅人生其實係可以咁樣金光閃閃、非常璀璨㗎。不過你需要解鎖呢一個嘅財富密碼。大家見到你嘅財富密碼嗎？冇錯啦，就係嗰個中文字。見到嗎？見到可以同我一齊讀出嚟。冇錯啦，就係量子飛躍突破人生。咁喺2026年嘅3月28號星期六晏晝嘅2點半至4點半呢，我哋就有第2屆意識重塑量子飛躍突破 Party。過往嘅學員呢，參加呢個聚會，好多都突破個人單日、單星期、單月甚至人生最高收入紀錄。我哋亦都創造咗呢超過22位呢係$10,000富翁。由0到1年之內咧 hit 超過$100萬收入㗎。咁如果你都想激活呢一個財富基因呢，歡迎你留言 party，咁我哋可以 DM 俾你更多資訊㗎。